son从不可，修为如道树红颜。人生处事难全美，虽成言行未尽善。逆狂书名即应天，天用全人和合难。为狂书名就是逆天，爱因为进来对老师的天命，千万爱进啊对天。安尼哦，安尼若有真正有缘，绝对袂逆天。天全人，天若要全人啊，有困难无？无困难啊，哦，有困难哦。哎，最后结论，所以师尊咱甲你讲，道经不修，经不精；理经不明，经不精；天命经义不专，经不精。道经的啦，毋过你若无要修，伊敢会精？伊袂精。你嘛真诶，毋过你对道理诶物件，都袂想要来家己了解，袂想要家己遵循，袂想要家己落实，安尼即个你对你老较有道理作者，哦，啊，毋过有效诶无效，药片配作者，毋过今仔日都无要照药片，照药丸去听药片。